报道。交通部航港局改善高美灯塔园区，规划做全台头一座会当互人住的灯塔，今仔日正式来公开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有到场体验，也因为这座灯塔是历史建筑，航港局是配合文字法规来规划，结合旅宿、文创甲导览等等的服务，希望会当带动观光。国家总共有36座的灯塔哈，那这几年都在做这个活化的工作。那高美灯塔哈，它这个现在是把旅宿，还有包括文创哈，还有一些这个轻史的部分，把它这个引进来哈。那我想说，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这种观光的一个吸引点了哈。那我们真期待哈，这个整个灯塔的活化工作哈，就从高美灯塔这个当做一个这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哈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高美灯塔是台中海线有指标性的历史建筑兼地标，即马结合观光甲旅宿，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。航港局嘛表示，除了灯塔本身，园区内底总共有规划7间的房间，另外因嘛咧搬点其他36座灯塔，要继续来规划相关的运用。